今仔日家己有较进步，进步毋是讲有啥物能力互人，有啥物能力互人会学落啊，互人看见啊，毋是安尼，是家己对家己的看法、家己的认同有较进步，就是讲进前拢想讲要安怎表现，互别人看会着，互别人认同学落，就一直伫即个循环内底。所以讲，上班嘛真惊吓，若台语讲袂好势，嘛足失去的。毋过即马就知影讲，有一寡代志吼，家己有无共款的所在，家己愿意去做一寡代志吼。就算讲毋是即种讲话足准的吼，讲台语讲啊真准吼，即种有即种条件的人吼，就算毋是安尼，毋过我若愿意去做一寡代志，而且愿意去艰辛吼助心，其实这都无共款啊。我想要甲一寡上课啊，广播电台一寡资料甲伊留落来以早前拢是较厉害的人，较高的高人伊去做影片，材料足丰富的，毋过看的人无济，可能会互因感觉讲神无啥物人重视。因是足有满百的材料讲即个台语嘛完全无困难别的台语佫足深。有的人有可能就是去教台语毋过教台语就变做迄班的人较幸运会当听着，无就去写册、写书。毋过写书就变做讲，即马出版的条件就还袂到会当出版的条件毋是讲真侪人会去买，就变做讲真无彩。我即马会当讲做我有法度做的代志。我有可能讲台语无恁爸遐济，可能即个音嘛无遐到达毋过我会使做笔记甲我的笔记放伫网络顶悬就做一个记录就是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我会当做的代志，嘛袂去问讲敢有人重视，这敢是有的人有可能就是写论文伊有即个会有法度互家己出头的机会毋过我就毋是行即种路线因为我无去报名啥物研究所无去做学生囡仔无要去为出册、写册、写论文世界去演讲我毋是行即条路。毋过我犹原会当做我有法度做的，亲像讲我即马会介意去学台语就会使甲我学着的做记录亲像讲我足兴去参加读册会安尼嘛会使甲我读册会听到的重点拢记录落来放伫网络顶头有一日有需要的人伊就讲这材料袂歹就是讲我尽量就互家己较有才调白话字加看加写以后可能阁会当创作就是做一寡我有才调做的，就是即个世界的宇宙互我的考卷是我符合我的程度毋是讲上厉害的人，逐个去望伊去做一寡代志其他的人就想讲台语嘛无好我安怎，其实嘛毋免安尼想就是做家己兴做，而且会当
会当加做诶，就是安尼。毋免等讲我今仔日爱台语练甲足老诶学甲互大家拢认同，因为就是无即个环境，毋是自细汉就伫咧讲诶。家己学诶后天总是有一寡无遐顺甲人比起来有欠缺。毋过有欠缺，犹原会当做一寡代志。亲像讲，咱伫咧公司去食头路，有人做甲副总，有个人看起来伊做诶即个顶时拢真喜意，感觉足重要，做甲足溜倒诶。毋过其他诶人做，其实嘛会当伊做伊会当做诶，莫去轻视别人莫想讲我即摆做诶拢是无价值。我爱醒起来牵神，我爱做一个提升安尼较有价值。毋过即种想要家己做诶物件也是讲伫咧公司诶地位有一个价值，这毋是家己会当决定诶因为公司是大家公家诶家己可能嘛是一个无啥物分量诶人所以毋免去强求，毋免去想讲惨因敢是讲看我无搁要去找别人来带阮即个团队我变做一个小卒做一个兵安尼偌无面子咧。我嘛遐资深结果嘛是因为才调，互人看无我想讲，其实毋免安尼，就想讲我若来遮，逐个月有月计会当领，我会当去做我介意兴做诶台语诶事工。而且讲几句仔台语嘛，袂互大家安尼做哑巴因为我嘛是一个兵小卒尔。无啥物代表性，毋是讲代表即个部门爱有一个形象，我拢无需要。讲话嘛毋免足惊吓，讲话爱维护即个部门的副总，即个部门整体利益。拢毋免，其实无啥物压力，就有人来找我，我来甲伊解决问题，无就是平常时拼一个进度，做一寡我犹原是我会当做诶代志，就是伫一个范围内底，我会当讲去欢一个范围，做甲足欢喜诶。毋免互别人去决定，因为恁若讲去开会去安怎甲人相谈，有足侪代志毋是家己会当决定，即就知影愈侪资讯，可能就做搁较幽默，毋是亲像讲戆颠倒个天天就较快乐。所以我爱调整我诶心理，毋是讲逐工拢想讲安怎要互顶悬看到我诶才调，就是无啥物才调因为因需要诶才调有一寡特色。我拄仔好毋是安尼诶人因可能爱较谨慎诶，做代志爱莫互人感觉做恐怖，安尼做烂性诶可能爱较可靠诶。其实有一寡人伊是生性就是爱来换一个团体所以讲毋免感觉见笑，讲我无到即种坎站，就是就是无价值，毋免安尼想。就亲像讲，我即马若讲台语就会互足侪台语诚好诶人感觉讲我诶音无会走音去。有一寡变调嘛调其实这拢毋免惊见笑，因为我即马犹原去做我会当做诶代志，毋免当家己变甲足厚才来开始做。我会当去做一个参与者，
亲像有一寡人办一个读册会啊，人就愈来愈少。伊其实无的确欠看台语听到诚好带读册会的人，有可能有时阵是需要有兴趣会当参与的人。我会当扮演即种角色，就亲像讲一个公司内底有的人就是去做较基础的代志若讲去开会啊，去为知影讲做者进步搁知影部门的方向这都另外一组的人毋免去想讲我若无做甲迄种比别人搁较悬，就是我可能头壳内底就有即种悬低的分别，这拢是家己去造成的，所以变做讲就变做讲其实嘛无法度去认同家己，会感觉讲家己改成是失败的，家己改成是材料拢无互人看见，是倒位家己有失甲差，若当初是安怎就会后悔，这拢是家己无甲家己捡转来我若甲家己捡转来了后，就亲像讲，有的人感觉讲，你着讲中文安尼上好啊，安尼上利便，逐个拢听有，你嘛讲啊较顺喙。当然嘛有人会安尼想。我若讲做无共款的代志，是因为我家己有认同，所以我爱相信的人是家己无伫骹讲去相信别人安怎想。咱拢会受到影响，想讲大家拢安尼想，安尼应该是因有因的道理，就感觉讲家己的想法，爱去调爱去修改。这是咱长期的惯势，因为咱做啥物代志拢是别人在拍分数，拢是要互别人去讲去改家己的考卷，久来咱就变做讲，咱家己的想法会感觉做无价值，是错误的爱改进，就变做长期拢对家己拢无信任。我若讲莫惊见笑，就是讲台语讲袂好势，无要紧啊。安怎连改成拢无亲像有的人有即种学习的成就感。这嘛无要紧啊，因为我即摆有伫付出做一寡代志，运用我有法度做的，安尼就诚好啊。就亲像讲。做者台语的事工，有人做这，有人做迄，我拣即种物件来做，这就是我认同伊的价值。毋过对其他的人来讲，有可能就想讲，你做这这就上太多价啊，搁要做几套伊可能会认为讲做倒一款较有价值这拢是共款的道理，就是。咱会敢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别人价值观，多数人的价值观种入去咱的头壳内底，心肝窟啊，敢会影响家己？就算家己无照做，毋过家己犹原头壳内底拢替有牵去，会想讲对因讲的是有影家己实在是做这无搭无煞。就家己去认同，就亲像讲，台语人伊就算是喙拢伫讲台语中文拢无啥好势，毋过伊有可能是喙讲台语，伫心肝头煞认为讲中文较好，就足侪唱台语歌的，即个歌星拢是安尼想啊，伊想讲。若有法度我会使唱华语歌安尼有偌实行，有偌迄倒咧。伊虽讲伫唱台语歌，嘛有一寡大家拢捌伊相捌甲大家拢相捌。过伊有可能
就无遐尼啊灵动，就亲像讲我即马伫即个公司食头路，有可能我即马做的事工伫公司伫做较基础的，做一个兵仔有可能我家己嘛无认同家己毋是讲我即马当伫做的代志我着真认同。若讲我即马做的代志，我实在有够认同，这点都是足好的代志毋过这个事实上，足侪人当伫做的，伊煞无认同煞感觉讲是别人较好，伊应该真做别人做的代志，真做别人的地位才是好的安尼其实就是家己对家己的认同家己迷失家己拢想要真做别人，看白着家己的价值我即摆就是需要改今仔日当然就是做啊歹势，甲同事不甲伊拢第一口起毛真足歹我嘛毋是挑工，伊就是无细哩安尼饲着饲着可能就互人就是互别人搁较废气毋过我嘛毋免讲足惊遐，一直去想讲别人会找我算账无？以后会安怎对待我？这拢是这种理路是足惯势的，惯势讲就是想一寡足惊吓的代志，上无好的拍算来家己吓惊家己。我想毋是，应该嘛毋免安尼就是我爱换做我的思考方式毋是讲爱做有才调伫表面是看起来是真赞真赞毋过是心肝头对家己拢足无认同，安尼无好。颠倒是讲我即摆做啥物代志拢感觉上赞上好像讲即个翁上赞上好袂讲有的人可能讲伊有一个嫁啥物人娶啥物人，毋过伊拢家己无认同即种人应该嘛真济伊当伫做的代志，伊无的确是认同。我即摆想要做的，就是讲莫惊吓，爱相信讲，若天要放落来有比我搁较落的人会甲我先甲我处理一下因先甲因缀着我会较安全就是讲以台语来讲听真济，毋过拢听了就过无学讲家己用家己的话讲出来就变做讲安怎讲拢袂好势。就是我可能搁欠缺去讲物件所以有机会嘛会使练习练习讲就亲像即马嘛是伫做练习，甲头壳内底的想法讲出来即马嘛有看一寡读册会优质是直接讲中文讲落落长，讲真有道理的款毋过伊无试看觅用台语的方式来讲亲像我有家己训练就是讲台语词常常袂记要安怎就转弯就变巧，用别种讲法拢讲甲互人会捌。重点是讲，就是爱练习若拢无练习就无法度进步所以讲我嘛会使讲加讲讲台语嘛会使这较加咱若讲用听的实在是逐工拢会听，因为听台语较简单无啥物障碍毋过讲台语变做你爱有对象若无对象，就爱亲像即摆安尼就是想到啥就讲啥讲今仔日发生的代志，就毋免烦恼讲无啥物题材嘛毋免讲摕一部戏剧一本册伫遐读实在嘛毋是
嘛毋免安尼，即摆就是练习哦，甲头壳内底想法，用台语讲出来。哦，就是做一寡练习，安尼就知影讲，家己倒位较欠缺。啊，若讲音无够正调调的问题，即嘛是爱豆豆练习。毋过嘛毋免讲足气家己，讲哪会差遐济？其实嘛毋免安尼。哦，就平配过甲交。